台语老师王秀荣的散文集，咱来读读，内容佮配合12年国教的素养问题，邀请读者哪读哪听哪学习。多彩可爱的封面，掀开册内底，佮有古水的插图，教大家台语。台语老师王秀荣今年出伊的第2本散文集《咱来读读》，用讲一字的无共发音号名，展现台语文白音的特色。咱台语即个2字共款的即个文白音足趣味的，譬如讲即个读读是我家己发明的啦。毋过古早咱有讲食食，就是讲你爱去食。啊，记载吼，就是咱爱用咧听这音档的时，爱着去记这个字，安尼你较会当知影讲啊，迄字啊音啊要安怎斗做伙。20外冬无相见，各种时期的当初。这本散文集唔但会当用读的，阁会当用听的。伫答篇上尾嘛有几个词的注解，互读者哪读哪听哪学习。另外，阁配合12年国教的素养导向，提问互囡仔学生来思考。你家己甲作者有啥物共款的经验无？这是上基本的。刷了，因为咱的课纲内底爱自动好，所以我内底题文内底一定是爱叫囡仔学这项语言了后去关心身躯边的人。这种设计可能会当介伫文学册和教科书中间，互咱的读者有更较无共款的感受。就是一种你哪看文学册，哪学台语，咱提供一寡主观，互大家参考。照内设计，咱嘛是一种试看卖的感觉。15伫台北的新册分享会现场坐甲塔店，王秀荣鼓励大家永远做台语的学生，享受水和趣味的人生。记者林书谢桂林台北报道。